哪里？学姐告诉你，大家好，我是葛布。跟你们大家说小秘密啊，其实我在每次拍照之前，我都会让我的化妆师在我的脸上打一些侧影，为什么呢？怕你们说我脸圆。你那叫方。我已经很尽力了。现在锥子脸的女明星铺天盖地的，有时候我就在想，她们是不是用了同一套模板啊？所以说，像我这种圆脸女生的痛处，你们男生是肯定不懂的。这个演员演技不错啊。因为他是锥子脸吧，男生都看我一眼，是不是想分手？这部男人戏没有女演员，连锥子脸的男生都喜欢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亲爱的，我们吃蟹黄包吧。咱们换换口味吧。要不吃披萨？披萨？你是不是嫌我不是锥子脸？披萨不也是圆的吗？难道你吃披萨的时候不会切成三角形吗？那不是锥子形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和圆脸姑娘相处心累吧？那为什么尖脸这么受欢迎呢？这事儿得说到古代去了。因为当时物质条件比较匮乏，人们粗粮吃得多，就形成了特别明显的咬肌。咬肌是啥肌？就是脸大。而贵族呢，他们吃的东西都是经过加工的精美的食物，那咬的自然少了，所以说脸就尖了一些。那贵族又引领了时尚，引领了大众审美，所以人们就认为尖脸是美的。每个女人都想拥有一双漂亮的高跟鞋，因为它穿上了之后可以让人看起来更高雅、更迷人、更性感、更有气质。不过有了高跟鞋可不一定是好事哟。老婆，这是给你买的高跟鞋。哇，好漂亮！哎，果然是有了媳妇儿忘了你，长大了就知道给媳妇儿买东西。妈，你不是说高跟鞋对身体不好吗？我是要给你买平底鞋的。果然是妈妈的好儿子，明知道高跟鞋对身体不好，还要买给我。果然，你心里只有你妈。哼，那不是你最爱的高跟鞋吗？你不是要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吗？原来老了就没资格漂亮，只配穿难看的平底鞋。高跟鞋我多的是，不在乎这一双，谁爱要谁要。老婆别啊！我要不生个儿子，哪有人花钱给他买那么多鞋，装什么阔太？你们别吵了，妈，我给你买双高跟鞋，老婆，我给你买双平底鞋，这样可以了吗？不行，凭什么给他买？说你爱谁更多一点？今天不给他，我就没你这个儿子。唉。据康佳沟八卦小王子艾静研究发现，2014年上半年共有598万夫妻离婚，其中离婚的原因有87.03%是因为婆媳关系不和。婆媳关系已经成为了阻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障碍。那么我们如何解决它呢？我有办法。妈，老婆，你们放开打，现在我就去天台了。老公，为了一双鞋不值得。不过呢，古代人认为女人3寸金莲是最美的，现代男人认为女人穿高跟鞋是最美的。其实高跟鞋穿时间长了对身体也有伤害的。那既然如此，为什么高跟鞋没有被废除，而缠足却被废除了？如果搞清这个问题，我们要弄懂它们俩的区别。高跟鞋是源于中世纪的欧洲，当时是贵族男性骑马时用在扣紧在马蹬子上使用的，一不小心被女人看到了，女人说哇好棒啊，穿完了之后显得小腿好长，屁股好翘，很性感，所以大规模流行起来了。但缠足是什么呢？缠足是你们男性畸形审美下的产物，而且无视了女性的健康，关键是它也不美啊。所以相比之下，高跟鞋当然不会被废除了。那你怎么不穿？穿了也很累的。还在为身高问题和单身擦肩而过吗？孩子牌多功能速控高跟鞋可根据实际需求自动调节高跟长度，无论你的约会对象身高1.8米还是刚过1.5米，都能轻松应对，避免尴尬，是大龄女青年相亲必备利器。有了凯姿牌，爱情随便来。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，都会有几个要好的哥们儿和闺蜜。不过不一样的是，女生更容易形成那种如胶似漆的小团体，我们可以一起逛街、吃饭，甚至是手牵手去上厕所。你们不嫌腻歪？不，其实我们最喜欢的还是聚到一起聊八卦。话说你们男生会不会好奇我们聚在一起在聊什么呢？
前2天连房租都交不起。哼，说她漂亮，还真相信了。还有那个安迪，本来是我先看上的，被他那个小贱人撬走了。小贱人！哎，什么叫他先看上安迪的？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。就是，成天就想着勾引有钱人，还有没有点自尊啦？唉，整天就知道说别人，自己也不是什么好货色。长得嘛我好看，妒忌心还嘎强，还真以为自己有朋友啊？就喜欢在背后说人坏话，贱人！女生很难猜吧？那到底要如何解释这种抱团现象呢？其实从社会心理学来看，人是渴望被认同的动物，而群体恰好能够带来这种认同感。当人人都想要认同感的时候，就形成了抱团。而且其实男女都一样，我们都有抱团的现象，只不过是女生表现得更为女性化，更明显一些。学姐，我们抱团吧。你就不要抱团了，学姐认为你还是交几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吧。在哪里？学姐告诉你，大家好，我是葛布。我这周特别开心，因为这个周末我终于不用加班了。本来想约个朋友去看电影，结果呢，这个跟我说他要泡网吧打游戏，这个跟我说要学泡茶，这个跟我说要去泡澡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周末你们真的这么忙吗？人家只是不想跟你玩而已。开玩笑的，其实我也很忙。不过我发现有个问题，大家很喜欢用泡这个字，比如说泡脚、泡夜店、泡妞，意义都不太一样，但是都有泡这个字。为什么人们对泡这么情有独钟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iPhone 温泉赞助的吉尼斯泡澡世界纪录挑战现场，来自撒哈拉的选手孙大炮。如果挑战成功的话，他将打破尘封3年的纪录，成为下一任泡澡纪录的保持者。比赛开始了。据说这位孙大炮先生是一名职业的搓澡工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能够挑战成功。哇塞，3个小时过去了，孙大炮依然面露微笑，看上去非常轻松。但究竟是不是虚张声势呢？我们请了一些专家对这次挑战进行点评。我觉得他是一个优秀的选手，但离伟大还远远不够。你看看这么多水，这么多水，全部都在外面。如果他刚才在进澡盆的时候轻一点，就不会造成那么多浪费了嘛。就算你赢得了比赛，那有什么意义？浪费。孙大炮先生惭愧地低下了头，但是他可是不要脸的，选择了继续挑战。8个小时了，孙大炮面露难色，肚子也开始咕咕叫了。但我们的选手是不能够吃东西的，否则就是挑战失败。我们有请王博士为大家预测一下。人呢，在长时间饥饿的情况下，会对香味极度的敏感。我抗议，他们是在干扰我。你看看。自己无能就怪别人，这是现在年轻人的通病。我就是要通过这个节目把这个问题爆出来。王博士果然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人啊！相比之下，没想到孙大炮没有被烧鸡所击倒，反而利用烧鸡特有的香味让自己振奋起来，真的是为了胜利而不择手段啊！11小时59分，孙大炮就要破纪录了。我宣布，喂，好，我知道了啊！哎，来自上海的黄能炮先生刚刚刷新了泡澡的吉尼斯纪录。你只要再坚持2个小时，就能够创造纪录。像我这种一泡澡就想睡觉的人，实在是太适合这个比赛了。如果有这个比赛，我一定会看的。不过前提是一定是要帅哥。那为什么人们这么喜欢用泡这个字呢？学姐告诉你，首先要从字面上来看，泡这个字本身就是特别形象而且有画面感的。在字典中，泡意味着用液体浸泡物体，使它更柔软而且伸展，比如说泡茶、泡面。但是泡呢又需要时间，所以后来就被衍生为消磨时间、浪费时间，比如说泡网吧、泡夜店。但至于泡妞，可以理解为泡茶嘛，因为它需要细心、细腻而且温暖。学姐，我可以泡你吗？其实学姐最讨厌的就是在感情生活中男人用到泡这个字，因为一旦说到泡，我总感觉这个男人并不是想和你走心，只不过是想和你走走肾而已。学姐最近一直在健身，所以有没有感觉我好像瘦了一点？没有，还是很胖。胖碍着你了吗？吃你们家大米了吗？多讨厌！生活就是这样的人，人家正热闹的说话正嗨，一开口绝对冷场。说的是你自己吧？我在生活中那是话题的焦点。好像也没有。那就要问了，为什么有人一开口说话就会冷场呢？新来的男同事发型帅了我一脸，好想摘一缕他的头发，珍藏哦。你看我身上的泥点是他今天开车见到的哦，好幸福哦！有这样的美男子当同事，不要工资我也天天上班呢。我也是，对啊，这么帅还这么有钱，咱们公司哪有姑娘配得上他呀？是啊，
Peter 这个臭傻逼被吃的后，感觉整个公司都清静了。龟儿子还四处勾搭妹子，连台长的秘书都不换过，活该呀！即唔係下下要我哋嚟孭鑊，頂你個肺啊！喂 ，Peter 啊，哎呦，你一走，大家想想都不行，刚正聊你呢，你要不要跟他们说两句？哼。今年因为小李的存在，大家闲聊的时间大大减少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，我们整个公司的业绩提升了30%以上。公司决定奖励小李。老板的决定果然英明，主要还是因为老板慧眼识珠哦。哈哈哈哈！好，接下来请小李给大家讲两句。我觉得大家的马屁拍得真的好厉害，我以后要向大家多多学习。好。这能不让人讨厌吗？果壳网的朋友告诉我们，人一开口说话就会冷场，有2个原因，要么是人的问题，要么是话题的问题。这不是废话？听我说完，人的问题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跟周围人差别太大了。打个比方，我正和你说的嗨着呢，台长忽然来了，咱俩怎么聊啊？话题呢，可能是因为太格格不入了。比如说，一群漂亮妹子正在聊，我今天妆好漂亮，哇，你的发型好美啊！你突然说，昨晚球看了吧，特别赞。大家怎么聊啊？当然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你这个人太讨人厌了，人家都不愿意搭理你。总之，学姐告诉大家，真的是你要是插不上话，就不要硬插，至少这样你可以做一个安安静静的、不被讨厌的人。你们怎么都不笑呢？冷场的时候，你需要德华牌保暖外套。德华牌保暖外套，米兰时装周爆款，引领国际潮流。高端的纯黑貂毛立领，盘龙刺绣，黄金光泽，金属双排扣，长款设计更显高挑身材，宽口衣袖更显奢华大气，搭配解放牌球鞋，潮男风行无人可挡。德华牌保暖外套，做一个暖男。昨天晚上呢，跟朋友一起去 KTV， 真是见识到什么叫做跑调王子。他一开口，我们连酒都不用点，直接醉了。刚开始我们真的是觉得可能是因为技术问题，就跟他提了一些意见，指导了一下。不指导倒好，一指导更跑偏了，根本拉不回来。不过有些人说这个跑调是一种病，到底是不是呢？大夫，俺丈看他跑调，你说这是不是病啊？这当然是病啦！我怀疑是非常严重的妇科疾病啊！你做个妇科检查。大夫，俺是男人，这我难道看不出来吗？我怀疑这个病是你母亲遗传给你的，追根溯源只能从妇科入手。你快去交钱吧。哎呀，看来我这个判断是正确的，果然不是妇科疾病啊！你再去照个 CT， 这次呢，你直接把钱给我就可以了。这就是你刚才照的 CT 啊！哎呀，幸亏你来得早啊！你竟然有2个肾啊！2肾有错啊？本来是没错，但是你这个肾功能超出正常人太多，2个肾同时工作，负荷太大，很容易疲劳，当然没工夫管嗓子了，唱歌当然跑调了。那俺该咋弄啊？只能搏一搏，做手术切掉一个了。动手术？你在侮辱我！我是一个有医德的老军医，只要你把你身上所有的钱都交给我们肯定会尽全力抢救你的嘛。大夫，拜托你了。放心吧。虽然是病，但也不致死吧？那唱歌跑调到底是不是病呢？果壳网的朋友是这样告诉我们的：其实一般人唱歌跑调只不过是对自己的声音控制力很低，明明知道调在这儿，但就是唱不准。不过真的存在一些天生的失歌者，每100个人中就有4个人患有失歌症，但其实他们的听力毫无问题，但就是分不清不同的音高，感受不到不同旋律的差别，所以就更不知道自己唱的在不在调上了。所以请善待失歌者。学姐，我们